还有一种句型是我会怎么做，这种句型可视情况、重复题目的条件，以及我会怎么做、再怎么做、最后怎么做。ABC 是我们要讲的做法与步骤，要注意题目要求我们讲几样做法或步骤，要控制在20秒内回答完成。比如这一题，你红葱了后，会出门前会做哪条事情？请你讲出4项。套用句型后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回答：搭照先红葱了后，我会先去洗面、洗牙齿、查个文散服、报每整理书包、是项如何学校嘞？你到路上看到一条流浪狗，又瘦又恶做，青菜狗。请问你要用伴做，长下好？这一题我们没有要求讲几样，所以套用句型后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回答：我在路上看到一条流浪狗，我会先拿东西搬去食，接下来联络动物保护处的人来停收。